啊，这个高雄的市区，包括小港区、前镇区、基定区，拢是一级的淹水的警戒。有真侪所在，这个大水透袂离，拢积水了。若民众出入境无方便，这个车辆撩水冒险驶过，原来是真危险。 这是前镇的新公路，过大路拢积水，机车骑士赶要上班，只好放慢速度冒险通过。凯旋中华路段嘛积水，另外轻电车故障，传出臭大味。外面来这位老阿伯，双脚拢浸伫水内，伊慢慢啊行，真小心，惊看袂到路面，会跌倒受伤。外面过来到盐埕区，黄色的土水一直灌入大路，水淹到半个轮胎遐尼悬，就要迎入来到厝内。早晚就4点半。 4点半。啊，搁来个无，啊，到8点外个。拢会淹水啊！10外年来拢安尼。过来看近郊区的路段，小青新隆路、金霞厝街路，下早严重积水，加上大雨一直落无停，中街前的大碧路，规条马路淹水啊！民众赶要上班，只会当冒险经过。同款的画面嘛，出现伫大树区的下厝街，汽车经过拢会喷水花，水已经淹到连民众的衬托拢流出来。 高雄市落大雨，下早高市府嘛紧急召开应变会议，市长韩国瑜亲自定秀。15处淹水点，那雨势稍缓之后，这15处淹水点已经陆陆续续开始退水，除了有少数几个地方，像冈山潭底地区，还有一点这个积水。另外，凯旋路这边还有一些积水。提醒民众气象局针对高雄市发布豪雨特报。 地势较低路段拥有淹水情况，民众出门一定要特别小心。